人生好奇怪啊！經歷一啲人嘅生同埋死嘅時候咧，係會令到你好似淋咗一個清水俾你醒一醒。係，係好辛苦嘅，係好痛，真係好痛好痛。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愛，來令漆黑午夜不願再來。誰叫我這樣活該？捧起雙手不去愛，愛到兩腳浸沒在大海，不懂再走開。熟悉的想講再會，陌生的都很怕背，能怪我願懷念飛灰。我好記得，我翻到公司同啲同事去傾，同佢講嘅時候，啲同事話：James，你放假啦，你去休息下啦，等我哋去 pick up 翻啲工作，你工作啦。我話 no， 我要繼續，因為呢個公司對我嚟講係我係有 mission 嘅，我有理想嘅，所以我哋要堅持落去。雖然自己係經歷咗一個咁不幸嘅事況發生，但係自己應該要堅持。有時真係好想話嚟嘅啫。我硬係覺得你成日都同自己咁多矛盾嘅。你真係你搞到自己咁辛苦做咩咧？但係你冇辦法啊嘛。第一，人生有時有啲時候係個天安排咗俾你係咁樣，冇辦法啦。我可以咁講，到今時今日我同你都年紀唔細。我學咗一樣嘢，人生係一個叫做接受。如果將黑暗的光線逐漸掩蓋，莫非燈熄了會更震撼與期待？難道討好我等於鼓勵我去歧視你？一手將心信下來。無論你係咩宗教、咩信仰、咩都好，哪怕你揾個算命先生算完之後話俾你聽，你聽日會死都好。你應該學識去接受，你會去抗拒，但係你最後你都要低頭。喺低谷嘅時候，我點樣過？如何不後悔？係兩件事，一件事就係你自己個心，第二件係你嘅事。